大家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越來越好。我係愛君，你哋知道嗎？有好多嘅人呢會花唔少嘅錢去做推拿啊、找龍筋啊、前列腺保養啊嚟調理身體嘅。咁結果呢，好似都冇咩好大嘅改善，同未做之前都好似差唔多嘅。咁問題係出喺邊度呢？係咪你做嘅方案根本冇對症呢個症狀嚟做呢？還係呢個時間做得唔足夠，淨係你個手法做到唔夠位呢？咁我愛君做呢個中醫推拿已經有20年啦，找龍筋都有10年以上嘅經驗。咁為咗呢個找龍筋嘅技術做到更好，咁我會經常嘅出去外面學習更多嘅新嘅手法翻嚟啦。咁到咗2025年，目前呢已經學習超過有6位嘅龍筋嘅老師，咁就學咗好多種嘅手法啦。咁我就會結合嚟運用嘅。咁有人就會問我：愛君啊，我先係隔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冇揾你做呢個找龍筋，點解感覺呢同上次好似有啲講唔出嘅唔同呢？好似個位都係嗰個位，點解好似又深層咗？呢個力度啊強烈咗，感覺又好咗。總之就好似有啲唔同嘅，拉筋呢又好似多咗等等嘅。咁呢個答案就非常之簡單啦。因為我又學習咗新嘅手法啦嘛。咁中醫又講究呢，1000個人有1000個方案。咁男人、女人嘅體質又唔同嘅，中年人、老年人嘅體質都係唔一樣。我就利用配鎖匙呢個原理嚟做呢個找龍筋嘅。咁我呢嘅除咗用個手去做呢個找龍筋之外呢，仲會用個腳去用到你身體上去鬆呢啲筋位嘅。木棒呢又會鬆解一啲嘅點位。做前列腺嘅時候，除咗用個手，有時都會加上個儀器嘅，靈活嘅配搭，對症落手，先至開到你身上嘅嗰一把鎖。咁差唔多呢，每一日都會有人問我：愛君啊，做幾多次有效果啊？做幾耐有效啊？咁好老實嘅同你講，其實每一次找完呢個龍筋啊，都係有效果嘅。身體強壯嗰啲後生仔、嗰啲年輕人，同埋你成年都食緊藥嘅，成身都僵硬嘅，氣血又唔夠，又好虛弱嗰種中老年人嚟比較，呢個快慢呢效果當然就係天差地別啦。可能你做3次、5次都比唔上呢個後生仔嘅1次嘅好嘅效果。咁我就打一個比喻啦吓，咁好似你個身體如果係塞得胰島得好犀利噶啦，係一團練麻咁噶啦，又或者你係好似生咗銹嗰啲齒輪啊，好難喐動嗰種，又或者你運動得好少嘅。咁你揀一個60分鐘嘅找龍筋俾我做，我呢就係鬆解你係好少嘅部位嘅，轉動到一小部分嘅啫。咁至少你都俾到我一個90分鐘嘅起步時間嚟做，或者120分鐘呢就更加好一啲，可以深層一啲嘅去打通你人體入邊嘅中焦啊，通你人體嘅下焦啊，俾你全身嘅氣血加快嘅去做呢個循環嘅。咁你要知道呢，我用呢啲時間唔係淨係照顧你局部嘅位嘅，唔係淨係做你肢嗰部位嘅，係用嚟調你全身嘅啲經絡去疏通，去重新去做呢個啟動，呢個效果會更加好啦，鞏固一啲啦，更加嘅持久啦，尿頻又可以得到改善啦，性功能嗰方面又可以提升啦。咁如果按療程嚟做呢，當然係更加好啦。咁有時間有呢個經濟嘅實力，
呢個能力又願意投資呢方面嘅健康嘅，我建議你嚟密一啲，一個月嚟一次兩次，或者再多一次兩次都係可以嘅。呢個次數呢嚟得多啲，同埋時間長啲，係同埋呢個效果係成正比例嘅。咁有人會問我，愛君啊，我冇咁多時間啊，抽唔到時間，一個月兩個月先可以嚟到一次，咁樣可唔可以啊？係可以嘅，有效果嘅，但係就係比較慢一啲，成本又會高好多。咁有人就講啦，哇，做一次90分鐘好似有啲貴啊，我分開嚟啦，每次60分鐘，我多嚟幾次咯，效果係咪一樣啊？咁而家呢，我就深入嘅同你分析一下。咁你哋知唔知道一塊好肥嘅豬肉炸油嘅過程啊？咁我定一個大約嘅時間，30分鐘出燃油炸好為例啊。咁炸之前係咪先準備洗啊、切啊，開始入你個煲啦？咁需要5分鐘嘅時間啦。假設加熱到一定嘅溫度，一個臨界點，到咗12分鐘啦，開始出油。咁但係成個出油呢，再要加多18分鐘，先可以全部完成啦。較理想出晒油。咁我而家翻轉頭嚟講呢個找龍筋嘅過程，咁其實呢都係個身體需要先預熱嘅，預熱咗先可以打開你身體嗰啲開關疏通呢啲經絡